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鍾 Sir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書名叫做《白羚羊》，音樂無處不在。呢本書以有趣嘅漫畫形式，由人類嘅第一首音樂，去到同外星人之間嘅交流，都一一涵蓋。以下時間就等我分享下我覺得最有趣嘅內容俾大家啦。唔知有冇同學知道人類嘅第一件樂器究竟係乜嘢嚟嘅呢？原來人類喺50萬年前嘅史前時代已經開始創造音樂，佢哋會透過拍手同埋拍打身體發出聲音，而第一件由人類製造嘅樂器可以追溯到36000年前，係以鳥類嘅骨頭製成嘅骨笛，冇錯啦，即係你平時食雞髀食剩嗰支骨做嘅。隨着歷史嘅發展，人類亦發明咗各式各樣不同嘅樂器，唔知道同學認唔認得出圖片中嘅樂器呢？除咗樂器，人類仲發明咗保存聲音嘅方法。自從愛迪生發明咗留聲機之後，錄音機、卡式磁帶、唱片同 MP3 等都相繼面世。時至今日，同學個個都會用手機或者 iPad 嚟聽音樂。但係唔講你唔知，原來人類同外星人都係會透過音樂嚟交流㗎。喺1977年，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發射咗無人探測船航海家1號和航海家2號，上面放咗一張航海家金唱片。唱片入邊收錄咗地球上唔同嘅聲音，包括風聲、動物嘅叫聲，當然唔少得人類創作嘅音樂啦。其中最經典嘅就係貝多芬嘅命運交響曲，這係噔噔噔噔啦。不過唔知外星人聽到之後，明唔明白音樂嘅內容呢？如果同學對呢本書有興趣，就可以去金粵國校園版閱讀，好方便㗎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。各位班主任可以繼續進行班主任節。完。